这几档有真侪进口蚵仔会加做是台湾本产的蚵仔来卖。渔业署除了推动产销履历，嘛拍算要对源头来管理，嘛已经伫婚林嘉义来开说明会，初步是有5-6间业者要来试办。 伫咧婚姻沿海有真侪渔民咧饲蚵仔，不过最近天气影响、养饲的环境变动等因素，蚵仔产量是一直咧减。市场上嘛有进口蚵仔咧竞争。农业部除了推动产销履历以外，嘛按算予大盘买卖，加入源头管理。这些科农在我们地产地销或是我们这些小农的时候，我们去做溯源的标示，这可以很清楚去做到。但是如果我们交给盘商去卖的时候，我们提供了溯源标章，它 有没有真的？今天用我的科，它贴，我们没办法去追查到这一块。所以，而且盘商他同一天是收过很多科农的科。有在地饲蚵仔渔民就讲，政府是好意要保护蚵仔产业，不过这阵蚵仔咧卖，大多数拢是交予大盘，才会卖去餐厅甲小摊。要安怎对源头来管理，可能也是有真侪问题爱考虑。农业处是表示，已经有业者准备加入。 云林县政府与农业部渔业署合作，除了推动生产者的产销履历外，我们近年也跟渔业署合作，贩售商的 QR code 溯源的标章。那这部分目前云林县已经有5到6家的业者准备加入这个部分。农业处表示，去年风台影响，本土蚵仔产量大约减2成，因为进口的甲相关加工品的数量唔若到7000吨创纪录，价销阁拍价比本土的较低。 为了避免进口的加本土的咧卖，今年的生气办大盘换运源头管理，等若正式上路，无加入就受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